来看云林口湖乡的前乡长林德玲涉嫌乌洗，一审判10年，褫夺公权8年。照规定，若判刑确定，就袂使出来参选。不过因为搁咧拍官司，这判刑也未定案。而且这港区的议员消费品贿选，林德玲即阵就顺利保位，成做云林县议员。效忠国家。牙厂念就职宣言，林德玲接任云林县第20届第6区的议员，因为港区的议员消费品牵涉贿选，互人改职。依照落选票数上悬的林德玲，伫咧初5正式宣誓就职。我想我的议员的经历跟乡长的经历呢，可以帮助我，可以把这个议员的工作做得更好。那未来的期待，希望能够在议会，有所发挥。反映地方的事情哈。不过林德玲捌伫咧做口湖乡长的期间，涉嫌甲太阳能供电业者收400万的乌洗。云林地方法院伫咧去年5月以贪污治罪条例，甲判有期徒刑10档，褫夺公权8档。目前还搁咧上诉。针对这个代志，云林县府民政处表示，因为也未定案，所以互林德玲接任有符合规定。地方制度法第79条的规定哈，那县市议员。他如果有犯贪污罪经法院判决确定的时候，那由内政部呢来解除他的职权。目前还在法院上诉中了所以这个部分还没有判决确定，所以目前他仍然是有效的。民政处表示，这个选区因为消费品贿选，互人改制，这个区就由港选区落选票数相关，而且超过这个选区上加当选票数1半以上的林德玲来接任，嘛已经向云林地方法院来查证，林德玲也未有贿选相关的案件，所以有符合条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